還是你哋嚇唔知道乜嘢叫做冇言論自由啊？你睇下香港咪知咯。去睇香港啊，你唔好話散播啲乜嘢言論先啦，你淨係參加選舉啊都可以被講成顛覆國家政權嘅。大佬你啊，拍片又講廢話，啲內容又係假，俾人鬧幾句咧，真都發爛渣咁樣。喂，好心你啊，躝翻去中國嘅鄉下啦！我沖涼先，我叫你走啊！大家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近年啦，咁都唔少嘅中國人加多去台灣成為中配，咁而且仲經常拍片咁樣宣傳中國嘅大外宣，就講到話我們是很和平的，兩岸一家親，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們是中國人。婉婉，回家吧。今次大仔最近呢，居然有一位嘅中配因為咁而俾台灣驅逐出境喎。喂，咁樣都唔係辦法噶喎，去洗個面先啦，去啦！喂，你咁樣就唔掂噶喎。Thousands of tears later。咁根據台灣移民局嘅解釋啊，咁就係因為呢位中配係經常發布中國大陸武統台灣已經不再需要任何理由，又或者係點解中國唔遲遲武統台灣一啲咁嘅言論而違反相關規定，咁所以最終就判處佢喺5年之內就唔准喺台灣申請依親居留啊！咁一件事啊，亦都係嚟咗台灣社會嘅關注同埋討論，而佢都發現有好多嘅台灣人啊，對於一件事嘅反應咧係咁噶，好做。咁今日就都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件事，俾你哋睇睇到底一位嘅中配係啲咩料呢？點解佢會俾台灣當局驅逐出境，同埋就係佢後續又點樣對一件事作出回應啦？咁約到最後啦，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啲我嘅個人睇法嘅 ，OK？咁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今次一件事嘅中配先啦。咁根據新聞媒體報道啊，咁佢就叫做劉振亞，係湖南人嚟嘅，用依親居留嘅身份嚟到台灣。咁而且喺中國嘅抖音啊有一個嘅帳號就叫做亞在台灣。咁而我為咗進一步去了解下佢，即係究竟以往講過啲乜嘢嘅言論呢？唉，冇計啦，即係要拍呢一條片啊嘛，咁所以我就 keep 住睇佢膽嘅嗰啲影片。咁之但唔怕老實講句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啲片都真係幾 OK 嘅喎。我睇咗2條左右就已經即刻瞓着咗啦。哇，大佬我真係未試過瞓得咁舒服嘅，佢又真係好嘢啊佢。The next morning，係啦，咁而當我瞓醒繼續睇翻佢啲片嘅時候咧，咁我就嚟到個幾有趣嘅現象，每次都真係搞到拗晒頭嘅。咁就一時咧，你會見到佢不斷咁樣宣揚兩岸一家親。我們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文化相通，同屬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咱們是一家人啊！兩岸一家親，謝謝你們。我諗知第一時咧，又聽到佢講話中國統一台灣勢不可擋，只要祖國大陸不念同胞情，往死裏打的話，半小時基本上都是廢墟了。大陸武力統一台灣已經不需要其他的理由了呀。咁又到嚟嗱，重點嚟啦！咁就係台灣嘅移民署咁嘅接獲舉報，就話一位嘅中配啊喺社交平台嗰度鼓吹武統言論，涉嫌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法嘅條例同埋相關規定，咁所以就即刻聯絡咗一位嘅中配啊，並且係展開調查。咁而嗰位嘅中配咧都有拍片去回應一件事啦。現在還有人舉報我，移民署已經聯繫我了，約我現在去面談。我現在就是在去移民署的路上啊。現在的心情呢比較複雜啊，就是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還是有點緊張的。但是我更多的是堅定，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也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等談完以後，我再給大家說後續啊！謝謝大家的關心和支持。咁後嚟經過台灣移民局調查之後咧，咁最終就宣佈話，因為一位嘅中配經常發布關於武統台灣嘅言論，咁所以就將會按照相關嘅規定啊，廢除一位中配喺台灣依親居留嘅許可，並且禁止佢啊喺5年之內再申請依親居留嚟到台灣嗰一度啊！死埋喺中國大陸嗰一度啦！咁嘅時候啊，咁一位嘅中配咁當然對一個嘅判決感到非常不滿。咁所以佢就不斷咁樣拍片回應，講到話：我作為一個母親，一個中國母親，我有責任告訴我的孩子們，
不能数典忘祖，不能背弃民族，不能当不孝子孙。我何错之有？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現在站在中國台灣省的土地上，愛自己的祖國，宣揚祖國的美好，我有何罪？我俾你講，一路行翻屋企一路講啊，到屋企都仲未講完，由頭再講多次添啊！你們難道不知道台灣人的祖先除了少部分的原住民，其他絕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嗎？明清時期，福建人、廣東人遷徙到了台灣。1949年後，國民黨帶來的居民和家屬也都是從大陸各省來的。而這些人呢，正是台灣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歷史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文化相通，同屬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都是中國人，都是中國人。喂，照你咁講，新加坡成74%都係華人嚟㗎，咁新加坡人咪真係中國人嚟咯？什麼時候開始拍攝抖音的？我拍這些影片有沒有團隊？有沒有人指使我這樣做？有沒有從大陸那邊拿錢？大家好。咁首先睇我出門嘅就係，當睇完一單新聞之後呢，我發現最多人討論嘅就係，到底一件事係咪真係合理啦？又係咪真係冇言論自由呢？喂，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呢，我會咁睇嘅。一嚟就係言論自由都有佢嘅界限。我大佬，呢個世界上面係冇絕對嘅自由，就只有相對嘅自由。啲情況就好似日本同埋中國咁樣，咁日本係相對比中國有更大嘅自由，咁之但係唔代表日本係有絕對嘅自由噶嘛？唔係話你做乜都得噶嘛？係咪啊？咁放睇翻一件事啊，我大佬一位嘅中配，你所講嘅言論係啲乜嘢啊？就講到話希望四川艦能夠收復台灣，武統台灣已經唔再需要理由。大佬一啲嘅言論都已經構成恐嚇啦，仲講咩言論自由啫？你 over 咗啊你！你唔信嘅，我上網求其揾其他國家做一啲嘅例子俾你睇下啦。就例如係德國咁樣，你喺德國啊，只要你散播一啲仇恨嘅言論，又或者係鼓吹納粹主義嘅話咧，都係屬於違法㗎。咁同樣情況，我哋依家係叫一個比納粹更可怕嘅中共政權去接管去統一台灣喎。喂，大佬，人哋唔問翻你10年8年都俾面你啦。又例如係以前有一位嘅台灣人李明哲，喂，你唔好話佢散播啲咩仇恨言論啦，佢只係從事人權工作咋。一去到中國咧，就已經係被消失、被拘捕、被拘禁，甚至係被逼認罪撲街。咁我真係好想問啦，台灣今次一早嘅做法又點樣冇言論自由啊？二嚟就其實今次台灣政府嘅做法都已經係相對溫和，又冇即刻拘捕你、逐你出境，而係首先同你進行調查，又俾機會你解釋。咁入到最後，就算真係取消你嘅居留啊，咁都有人道嘅考量，俾一啲嘅時間等你可以安置你嘅屋企人，而唔係直接逐你出境。咁所以綜合我上述嘅分析啊，我真係覺得台灣政府今次一件事嘅做法真係好合理喎，有人道嘅考量都算係咁樣啦。定還是係你哋唔知道乜嘢叫做冇言論自由啊？你睇下香港咪知咯。喂，睇香港啊，你唔好話散播啲乜嘢言論先啦，你淨係參加選舉啊，都可以被講成顛覆國家政權噶。咁最好笑嘅就係，咁一位嘅中配啊，仲要係拍片不斷講到話，哎呀，我被台灣人欺負啊、欺凌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的言論自由嗎？怎麼了？只允許你們發，不允許我發呀？你們口口聲聲說什麼民主自由，卻容不下我一個普通女子的聲音，用惡毒的語言攻擊我、威脅我，甚至是人肉搜索我的家人，這就是你們所謂的自由嗎？這就是你們口中的民主嗎？係啊，呢個就係言論自由嘅表現嚟㗎。喂，你有你嘅批評自由，咁之但係其他嘅觀眾網民都有批評你嘅自由㗎嘛？咁你點解你嘅言論係會引嚟台灣主流社會嘅反感？即係有咁多人惡意去中傷你、攻擊你啊？咁當然我都唔鼓勵大家人身攻擊嘅，都係就事論事嘅啫。OK。咁之但係一種嘅現象，正正就係反映你啊，你一個人同台灣嘅主流社會嘅價值觀係撞到嘭聲啊嘛，所以咪有咁多人走出嚟批評你咯。你啊，咁你咪試下走翻去中國大陸嗰度，日日拍片講台灣反攻大陸咯。你唔好話你個賬號消失啦，連你個人都消失啦，係咪啊？咁雖然拍得罪啲咁講句啊，因為佢中配咪就係中國最典型嘅無賴咯，嚴人寬己。每次去到其他國家，譬如台灣嘅時候，對人哋言論自由嘅嗰個準則度到樓頂咁高。咁唔知但係對於中國大陸咧，突然間好似慢咗咁樣㗎，乜都見唔到㗎，唔記得晒啲敏感字啊，唔記得咗平時係打嗰啲二色啊、二色 G、二色 H 呢一啲咁嘅説話㗎喎。咁所以好心你啦。錯你又要認，冇咩事啊，攬翻去中國嗰度靜一靜啦。佢成日就喺度轉移視線，即係明明自己咧就喺度不斷鼓吹統戰，咁之但係都可以話人哋對你有偏見。成日就喺度話台灣冇言論自由，咁之但係轉過頭咧就喺度不斷爭取喺台灣居留。人事忍就好忍我老婆啊，最嬌悶就你。
咁你更何況，如果真係按照你個 logic 啊，嗱係你嘅 logic 啊，你係話台灣係中國噶嘛？哦，咁即係話依家係中國迫害緊你啦，係中國趕你出境，令到你冇言論自由啦。现在遭受了严重的网絡暴力，有幾個朋友呢，看到他們視頻下面，發現很多評論啊，都是惡意攻擊我、抹黑我、造謠我，甚至是威脅我的。即係講清楚啲啊！你係喺中國嗰度受到網暴，而唔係台灣啊！台咩灣啫？做咩啊？你搞台獨啊你？咁過分啊係咪啊？進去後呢，他們告訴我房間有錄音和攝像，全程都會拍下來。哇！中國嘅監控果然係無處不在啊！他問我什麼時候開始拍攝抖音的？我拍這些影片有沒有團隊？有沒有人指使我這樣做？有沒有從大陸那邊拿錢？我都回答當然是沒有了。他不相信我啊！嗱，喺中國嘅移民處職員審問你同埋唔相信你㗎咋？真係好衰啦，係咪啊？最後他們把聊天記錄的資料打印出來，讓我在上面簽了字，才把我送出來。全程沒有喝一滴水，我的喉嚨真的渴到冒煙啊！唉，中國嘅人權問題真係令人擔憂啊！唉，真係好可憐啊！答我啦，答我啦嘛！咁最後第二個想回應埋嗱，先撇除你所講中國統一台灣呢一啲咁嘅説話，我單睇你影片啊，本身嘅嗰啲內容都已經係錯漏百出，成日講埋晒啲似是而非嘅説話，誤導觀眾啦。講真，一嚟就係你經常強調話要促進兩岸和平，甚至係統一啊，都要和平統一，就唔係話想製造紛爭。我愛大陸，也愛台灣，我們才是最嚮往和平、最不希望戰爭的人啊！我一直堅信兩岸一家親，和平是最重要的。係啊。聽到好似係好和平、好愛大家，咁之但其實佢口中所講嘅和平啊，根本就係建立喺要接受中國統一嘅前提底下。你真係話你依家你係要逼班台灣人要接受中國統一，同埋就係完全唔尊重台灣人嘅選擇同埋自由啊？咁我真係好想問啊，一啲叫和平咩？一啲叫威逼嘅仆街？嘅情況就好似有個人想走埋嚟強姦你啊！咁而呢個時候，咁嗰個中妹咧就居然夠膽想行過嚟同你講，哎呦！我勸你還是不要反抗好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們也是流着中國人的血，對不對？所以你還是乖乖的躺在這裡給他屌，那你就舒服啦，對吧？咁如果你話你唔係咁嘅話呢，得，咁你答翻我啦。咁如果台灣人真係唔支持、唔接受中國統一嘅話，咁你係咪會支持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啊？你答我支持定唔支持就得噶啦。如果你係唔支持嘅，咁唔該你依家嗱臨拍翻10幾條片，呼籲中國政府放棄武力威脅台灣。咁之但係如果你係支持嘅話呢，咁咪即係我剛才所講，你所謂嘅和平係建立喺要接受中國統一嘅大前提底下咯，係即係逼鳩人咯。咁二嚟，你就講到話，自從1945年台灣就已經回歸到去中國。台灣早在1945年就回歸中國了，所以台灣就是中國的，這是事實，也是國際共識。咁之後我想講，就算當時台灣真係交由俾中國，咁之但係都係當時嘅中華民國，而唔係你哋依家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咁而且根據聯合國嘅決議啊，到依家都仲未處理台灣主權嘅問題，就只不過係將中國嘅代表權交由俾你哋依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咁解啫，咁之但係唔代表台灣係交由俾中國喎，冇講過喎，仲話咩國際主流共識喎？呢個就即係你哋中國嘅共識嚟啫，好心你唔好成日用到屎眼去睇全世界啦。咁三嚟啦，就見你有反駁講到話點解台灣媒體可以講解放軍，可以講中國軍事，咁之但係你就唔得啦。台灣這麼多的電視台新聞裡面隨處可見的言論，我說出來怎麼就變成了恐嚇？咁首先唔該你搞清楚一點，就係你同媒體根本就唔同。人哋係有新聞工作嘅守則要遵守，又受到廣播電視法嘅規管。咁我想問又同你點同呢？大佬你啊，拍片又講廢話，啲內容又係假，俾人鬧幾句咧，真係發爛渣咁樣。喂，好心你啊，躝翻去中國嘅鄉下啦。又或者咁咯，如果你真係好唔忿氣嘅，即係你認為係有台灣媒體都同你一樣咁樣去報導中國嘅解放軍、中國嘅軍事嘅話咧，咁我真係好想問啊，到底係邊一間嘅台灣媒體先？咁不如你講出嚟，等大家一齊研究下咯，係咯。咁如果係真嘅，即係原來我係冤枉咗你，都係有一啲嘅台灣媒體好似你咁樣不斷係咁講中國解放軍去貶低台灣嘅話咧，咁我哋咪一齊去舉報佢咯，還翻你一個公道咯，好冇？
唔好啊，對唔住。咁啊，咁今日講到先。咁其實以往啊都係一直強調，即係其實台灣係時候要對一啲中國認知作戰作出反擊。咁喺今次一件事上面就真係非常好啦。一嚟又處理得好好嚇，又考慮到人道主義；二嚟又起多個阻嚇作用嚇，就避免咁多一啲所謂嘅中配啊，就嚟到台灣嘅時候不斷拍片去進行認知戰。嗱，唔係講笑㗎，即係依家真係有越來越多嘅中配，又或者嗰班奶共嘅 QL 咧，就開始喺度產片保命。呢一件事嘅阻嚇作用，你都冇話唔大啊！咁而呢件事，咁我就再留意下先啦，即係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再拍片俾大家睇啦。OK。